咱听人做环境，这个条件是根据于经环境的原因的，所以呢，出发是最上乘法。头咱我如来是违法大乘者说，违法最上乘者说，如来违法上乘者说的啥？如来违法最上乘者说，叫做最上乘，叫做佛一乘，那个叫做哪？那个叫做佛，那个叫做佛乘一乘。如来是违法大乘者说，违法最上乘者说，伊讲。若有人受持无上主义，假使一个人来当受持修建这个无心，无叫意念不忘，如来知影，这个人哦，如来设计是设计世界，如来知影，这个人的心里什么物件不可了，不可亲，我当去甲亲，我当物件去甲比喻，不可思议功德，这个功德。不可思议，我都用什么名句，用什么名相去甲做比喻？如是人定，这个人会当得当如来阿妙得什么什么？咱每一人来当真正了解达做慧能是无经典，嘛慧能达做是依据着经部经的经义落来，经部经的法义，所以后边来讲。以前我写着，若读小我者，即定我见理见正心见行者见，即无诸经不如来说，解释。小根之言，小根之言，这大就是说，我即摆咧讲经无经啊，所以恁来当用六做大经，用经无经，恁若捌有读经无经，你会当用六做大经去甲经无经，经无经去甲正六做大经。所以这两段就是经无经的第15本。叫做这个易经公结婚，内底当中讲出来。虽然讲语言无相像，但是意是相像。所以出门，这个我讲这个出门是最上乘，是为法大，是为大地而说，为最上乘而说。这两句话就是我之前讲的，如来是为法大乘者说，为法最上乘者说，简单讲。原本是个博士，硕士，变过博士，博士咱个叫做哪？那伊咧台湾叫做哪？最高学府嘛吼，最高嘛，博士嘛吼，最高学府嘛吼，学位最高，最高学历嘛吼，硕士是咧台湾咧讲啥物件？是博士这个还记得，是这健康。那这个就是讲啊，叫一生嘛，叫一生嘛，最上生嘛。这个就是讲啥物件？这个就叫菩萨，菩萨。那第一点就无比这两部的开始。这个菩萨。因为这个叫做咱学校的迄个咱的学习，学校的迄个这个做比较那因为不得伊咧讲这个物件，是咧讲博士，是咧讲硕士听对安尼对啦如来是我违法大乘者说，违法最上乘者说，伊就是讲我这是讲博士听，是讲硕士听，咱可以去听几个博士甲硕士听，是用什么的这个意见？咱今日让这个意见，咱真正来了解，这个不已经讲了，这个违法大地者说，违法上人者说，上人。上紧就是义气啊！这个要甲上紧，其拢讲这个物件，就简单。上当时的时阵，做当兵到会清来，拢是我引导大师啦，是大师啦，来文化来嘛，做当兵做当兵，引导大师来较爽的，伊是输啊，一小句，一小句，伊较爽一小，艺术节啊，艺术家啊。
伊来不报前面的，他考起来，伊现在个贡献，那你报前面的贡献呢？那一年的不会量，那个例如是万如是，那是当时人做规定，他讲警察来处理，叫警察来到这个所在，啊，随到那里吼，我心跳，有你多在报前面，啊，所吼，啊，这所在，伊说根本就按照表，我马上。你已经出事，是能力不一些。那个你给他们听这样，他是信号，所以我想一个，你听相信你这个人，有对，有对，你讲你的笑声啦，讲欢喜啦，我唱着迄个啦，哦，你真是。后面啊，听欢喜啊，对你心情有帮助，我来讲。对你心情深深来理解，你才能这手啊变袂了，这手变袂去了，这张手啊变袂了，我来听你。我意思就好，我的爱想，我知影啊，我知影迄个，再过人卖，但是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新观念，因为我迄阵当时感觉同咧什么干啦，但我同咧安全干啦，我同咧，啊，但是我袂。你讲迄个所在，你就有个原理。啊，伊，就是安怎，就是爱，叫做大个百姓。新观念已经变袂了，现在变袂了，你内底当中相干。我意思是讲，是咱变袂落去，是咱的心情变这个变袂去，伊咱金气宝，咱的金气宝啦，我们电器啊，咱的金啊。咱的金气宝啊，宝啊，吼，因为咱的金气宝大，所以你的消耗都是一点变的。我哩爱想，我平常讲到一个我就讲，讲到一个我就讲，啊跳就迄个啦，你若是跳就好，啊你跳无要紧，啊你要跳就跳无紧，我无免讲你一定爱跳。伊来讲，我知影讲，即款物件不是大家拢爱理解，嘛毋是大家来跳舞的物件。啊，你来跳舞，我爱看，咱我放苗，哎嘛有啥意思？所以，来第一，听经听上面经典，你会知，是对你心情一定的情景物件。你地位是来讲，这是一个，互你地位给咱们给发生的，啊，无你正常讲的。听我老天呐！哦，爱听迄个，迄个电台，我唱一唱的迄啊。我听对你心情有啥帮助？完全无。所以这点你会了解。心性小根小地之人，小根小地之人，你刚才讲出来吼，小根小地之人，心性不实，小根小地之人，你听的这个话，你无相信。不离跟风险的智慧，对吧？如来是真理者，如来是神理者，如来是如理者，如来是不公理者，如来是不义理者。我都马上讲咱这众生，要求真正要听这法唔简单，所以你用无大好一个来做。我如来是真理者，我无咧讲袂差。我既然如来是神理者，我是真实的物件，我就有物件。我如来是如理者，迄个如理者，这句话就是讲什么呢？这个如就是讲，对伊心情所讲出来物件，完全是清清气气的物件，无得来卡在垃圾。如来是不公理者，我无骗；如来是不义理者，我给我安怎在讲？伊嘛知众生的心，按住这个理解法，以前当如来到考考的。但是你相信呢？因为你讲较简单，你相信，因为伊毋是遐简单相信，所以如来咱中间无大保证保证。所以今日当中呢，伊来讲小根小地之人，小根小地人本来听这道理，心心不实。我都想讲，今日听平方经，别听到这道理，心心不实，你听。
的，因为语言15分来未来讲当中，肉肉小我讲，这就是讲哪一就是讲你懂吗？肉肉肉肉小我讲小花子，要肉肉小我讲，那是什么？很喜欢，因为伊个条件小嘛，哦，这小就是怎样？这小就是说，喜欢看，喜欢看电影。哦，上面有这块，这就是喜欢。弄这这个光点，阴点，救星点，取经点。这个人，伊会生个啊，我想是对外口，我看到外口对外口客户，我见着对我家己心生出来物件，正有现象。对我心生出来我家己看法，所以不合理，我这个讨厌空气。因为伊唔着落小只啊，代表伊生出来，代表伊伫个境界，伊叫做看，伊叫做用伊个人的思想去评价，所以呢，弱小只，这个我给你表现，伊来讲，你要到菩萨，你要到阿罗汉，我定事情来看，哦，你要到菩萨，我定事情来看，你要到佛，你要到佛，空本思想。因为经对啊，哦，心要出想，我的思想，要出我想，我的思想，何况要出对我想，我的思想，因为经来这个所以今日要做到经，就因为因为经来这当中啊，确定了，来这是讲这个意思，所以心心不信，何以讲？以上是讲的比喻。譬如天龙好物，无量无边，相变不空。譬如，伊个作为那个譬如啦，天龙好物啦，无量无边啦，相就是其他一就是主它，哦，这种的意思可以画出来了哦。如果今天个天龙好物，量无边，这个量无边就是咱这个世界，咱这个世界叫量无边，叫做人就。哦，因所以呢，做这个量无边，咱用这是翻译，翻在咱的中国为，哦，叫做呢，哦，叫做这两个咱人的这个世界。啊，南疆无酒，南疆无酒，不如不能讲南疆无酒，是讲咱这个讲有酒，咱这个世界叫讲有酒。啊，讲有酒，哦，伊这个世界，伊叫做南疆无酒，所以阮当时伫孙中山的中有分做南、西、北，哦，东，所以咱讲叫做有四大天王。啊，四大天王就是伊伫孙中山的四方，所以咱这个是上南方，叫做南疆国。中其实叫桃园天，三天叫桃园天，所以咱话这边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南疆国。啊，所以呢，伊叫做两部地，两部地咱这个世界可能就是讲，参像讲天龙好物，天龙啊，比如天龙天啊，天龙啊，你爱的话，这个世界啊，以城市爱增加了吼，世界漂流啊，如飘草叶，用不待物，哦，就参像安尼，伊做的比喻啦，哦，这比喻，讲的是啊，哦，这个就这阵啊大雨。啊，是城市还是庄脚，啊，这雨安尼下咧流流咧，如飘草叶，草把叶拢流流流过去，流入大海。这样，这是比如些物件，这个大海是比如咱自己，所以呢，心海，所谓是非，哦，这物件，真正这物件，就是讲咱的所有，我想讲，一川回海，啊，到伊啊，变了第三层。越穿的是足济，了无爱最终啊留伫海底咧。
海底呢，不去变，哦，海底大，你小心咧，世界足侪个呐，做大水啊，比如你咱在做者做咱比如嘛吼，你两平常咱水啦，等到出现了我表咧，我表起来，等到水就，啊，等到水若表你到你大海咧，有些表不无，你咧来，等等来，开始，所有世界，伊这个就是讲，它就天落遮尔啊济雨，落啊到咱这个世界，互用地、城市、甲庄脚，落实个了流，到尾通流对面海底内面，啊，真正，所以头前这部分，就讲世界的代志遮尔啊济，但是你若把世界的代志，这个是拢归零了，咱的心中有，伊个自信中内底当中永远。咱的心呢，哦，拢总无是，拢无对，哦，因为咱也是搞公道社会啊，吼。